咗上手啦，余 Sir 啦，見到佢哋慢慢越玩咧越投入而家。係啊，見到佢哋嘅技能包亦都逐漸增加，反而見到啲球員可以做擋球，然後再上去做反擊啦。多咗好多啲小技術啦，譬如你話齋攞個波嚟擋啦，有假動作啦，見到阿史丹呢頭先抌啊假啊嚇下對手啦。不過尋日咧嗰度有一招都係未出鋪。係啊，嗰個越區進攻啊，暫時都未見到啊。係佢要犧牲自己過咗對面個區域，落地之前抌人嘅。係啦，要冒一個風險咯。今日就大家唔需要用呢招啦，可以咧用啲穩陣啲嘅招式先。或者佢決定轉招都係留翻壓軸先用。係嘅。但係而家需要啊，因為後面難咗啊。係。Teams ready。好啊 ，Tiger，拋到中間個波。我而家白衫嗰邊咧主動啦，3個波。咁啊有波多嗰邊咧，唔要耐就要作出進攻㗎啦。阿張。OK。嗱又幫你做。張嚟哇，反手哇！即刻反擊。張嚟輕鬆避過 Sandy 嘅追擊啊！見到佢哋開始會打同一個目標，但係會有啲時間差入邊嘅。係，咁啊要一路行前嘅時候要有打默契喎已經。睇下睇佢帶動啊 Frank 揼邊個啦 ？OK 啊，避到晒一齊咯。真嘅。哎呦！啲人趁呢 K 攞波背向咗對手嘅時候就偷襲成功啊！係。呢亦都係3個波一齊追住啲人啊，都中咗啦。人數上咧暫時係8隊佔優啊！4粒波啊！好啦，佢4位成員一人1個波，啊點樣去啦 ？OK， 仲有一個波啊張，不過咁遠咧個威力就唔大㗎啦。而家見到8個都一路撐翻去，但係阿張咧都睇住個機會，我哋防守啊個波係啊，睇會做咩？佢哋抌晒波，佢就反擊啦。由守住攻嘅亨特而家做。阿張係用個波擋咗攻擊，所以係策略。好，夠啦，第一個啦。OK，呢個小局完結。又輸啦。3個人喎。呢個最後都唔知邊個勝出啊！好，呢個小局都係由8隊勝出，再得2分啊！好啦，而家嘅暫時呢一場比賽領先嘅係8隊8比2。咁啊藍隊要加油喎！咁啊好搶喎呢邊幾個長髮啊張啦、Jeremy 啦、Tiger 啦都出色啊！仲有AK、Anson 同埋 Ian。Two teams ready。張入嚟啦！搶贏張一齊，哇！見到藍隊開開一個策略，就係將個波向後機會咗傳翻俾搶波個人，再做進攻嘅。係。哇，犀利喎！哇！時間要暫停一下。要暫停係揼咗個頭。OK。我哋要講翻下球員會唔會有？睇下張有冇事先。清，俾你手指。睇下有冇暈。OK，即係確保佢冇事先繼續係嘛？係啊。但係冇得扣分啊嗰啲嘢嘅。並沒有嘅。OK。呢啲係要睇一睇。啱嘅。哇！但係做呢個嘅即係要 check 球員嘅4個交投超過5秒都好難，因為會愛上對方。今日嘅球證咧，當年係啱啱玩嘅時候，啲心喺度飄緊啊！我哋一出攻擊，跟住佢已經係喐唔到㗎啦。冇頭部攻擊啊，無效嘅。咁啊呢邊而家5個波，時間上完1分鐘，準備。藍組攻擊。Anson 仲有，即係你都中咗。
高咗。膊頭都計啊，膊頭都計。撈咩話抌做個後腦啊？Connie 就話抌做個膊頭。做個背啊！咁嗱，好睇睇。撈咩都係好黑仔啊！時間剩餘10秒鐘。好，最後10秒，睇下呢個最終點啊，守唔守得住？你哋而家人數咧就好有着數。好，咁啊呢場就大比數贏啦。係冇錯。非洲名單，男隊8分，男隊4分。換言之，每一個小局對男隊嚟講都係非常重要啦。好，而家請交換場區。不如把握時間，希望仲有2個嘅小局可以打到嘅話咧，男組就有機會可以追平。但係同時對於男隊嚟講，男組都係打得好好啊！男組好需要你哋支持喎。我哋再俾啲歡呼支持翻我哋男隊。喺近距離嗰啲攻擊真係好有腦筋，又要冷靜，又要唔出界。要你近距離得嚟會有假動作嚟過嚟冇出破頭先做定係即係假嘅，等佢跳起咗，係啊，俾個球嚟打。飛嘅飛佢。Two teams ready。仲有總共5分鐘啊！哇，中間嗰波又係算唔到幾針，所以有時間嘅男組可以打2個小組嘅嘛。好啦，一開始嘅冷戰咧就觸地未擊中，但都係非常快反嘅射擊。到8隊開始上場啦。你係受波，抌中咗啫。好，男隊係多波嘅得分。 99號出局，對面 catch 咗。跟住要出㗎嘛。係啊，對方 catch 波。哦，捉到個波下先。對面擊中之後然後接咗。 OK。接咗，你接咗波。好靚睇呢個喺葡萄牙你出手嘅時候都再做反擊。好啦 ，Stanley 亦都擊中咗 Jeremy。好，換言之係男組係3個，兩邊都係4個人啊。係。上前，哇！一齊要逼上先啊！你揼腳都幾聰明㗎喎，余 Sir 啊！因為腳咧有時移得慢啲㗎嘛。腳係最難防守㗎。係。再精準啲就腳趾尾啦。咁咪好重打個回先。好啦，男隊呢邊咧，亦都有上嚟開始優勢。哇！兩邊時間剩餘30秒。好啦，A K 又嚟啦。白隊有4個波。 新屋仲有 Ian。好，幾個點？好，最後15秒，繼續。爭少少，最後5秒鐘。跳咗你贏啦！總之就定係想打，因為佢就係諗住，如果佢擊中 AK，就可以再穩住個勝負。但係如果佢唔蓋咧，根本上就贏咗你。有溫度低跟殘地，好刺激啊！好刺激！但冇問題。呢個小局把握機會咧，如果用2分鐘之內快速完成呢個小局，都仲有得追嘅。好，teams eyes up。Two teams ready。衝啊！一齊贏啊！衝大波！係要完成呢一個人開波，係。有機會可以追翻。阿男隊要進取啲啦。Elton。追兩隻手，可以舉手啦。喂，哇！呢下講得靚。Jeremy 對住姜濤。哇！再到升，非常得意啊！打到都冇事喎，大家都係嘛？好嘅。即係亦都姜濤亦都冇問題。冇問題，冇問題。好，大家繼續啦，都係男組3個波。好啦，男隊。Stanley。磨咗係，繼續。
又係中落去，哇！張明係迎埋去閃㗎，佢身射埋去再彎腰，犀利嘅表演一樣。一沙打沙馬，係邊個邊？但係比較心急應該係男隊嘅。講我Frankie 講俾你講打冇事。好，八隊有3粒波要記住啦，今晚。依人後場進攻，好，張明有波啦，但係張明仲有一個波喎。又想短兵相接啦你。最後33秒，要快啲咯！時間啊！隊出分，8隊成，好雙方請加時。開頭就拋離咗好遠嘅，後尾咧就男組喺度追翻上嚟，有啲現場啊。其實個關鍵咧喺尾二個局啊，阿羅賓一個飛身，令到自己贏唔到啊！不斷變絲啊！而家比賽都非常之精彩啊！佢哋每一局咧完全係唔會話係求求其其嘅，完全每一局你爭分都爭得好辛苦喎！我哋俾啲掌聲俾啦！比賽啊，多謝你哋！亦都再一次俾掌聲所有嘅裁判啦、工作人員啦，非常之犀利啊！好經典啊！佢都3對20幾差唔多人睇到，同埋佢哋係冒住都要被掟中嘅風險。係嘅，其實佢哋真係係咁㗎。好啦，咁不如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出去同教練傾下偈先好唔好啊？